中指心啊，往左边肝啊脾啊，往右边肺肾。那个止咳嗽呢是大拇指根部那个肉比较突出来那边，叫胰际，大胰小胰虾的胰际系，胰际穴的穴道的穴，胰际，际有国际的际，胰际穴，胰际穴，然后那个手肘痕，手弯曲啊，手肘痕，肘横纹，中间往左边一点，尺泽穴，止咳嗽，